偶尔来一下，可以过来跳一下。然后直接整一个国装队培训班。训练。3万要4号线啊。4号线吧。对这个，我看一下5号线转7号线，5转7，到太平园去转7号线，还好，没有很远，其实还好。这俩是不是来了吗？线，它那个电线。一下，谢谢。没有。现在就下班约他。真的要下。我操！又掉了次好，没事谢谢。掉了这外面我都泡了一层，都甩了很多次。看一下啊。等会你哥帮我们跟那个珍姐拍个照嘛。哎，等会儿可以拍照不？可以啊。嘎。可以照吗？可以试。等会儿你给我走之前，他走之前跟我们合张影照片。在那个亮的。你这样，你就不在成都了吗？哎，我不走不行噻。你还是？我在回去弄安逸了，我才能来噻。哦。还是拜拜呀。哎呀，我现在不敢说，我害怕冬天冷，也可能明年开春了，也可能10月份。早点来10月份可以。也许10月份，也许明年开春，我现在不敢说。确定不了。我害怕这里冷，我受不了。是冷的，真的是。房子冷，真的房子冷。外面不冷。是的，他们北方人好像就喜欢那种在室内很热乎的那种天气，对吧？短袖睡衣坐地下，特舒服。你又回去了？回家了？太热了，回去吹空调。就32度，明天就对了，明天30多度。明天对了，明天30度。32度。网络不好，光在卡今天。明白，毫无疑问，他可能唱那个。哎呀，我不知道他名字。哎呀，又是卡。2块。这个垃圾桶了，真是的。欢迎大家来今天我我现在相机好烫哦，一会儿再看。又变红色，又正常。网络不好啊。
我这个。我扫过那个。啊，可以洗吗？可以吗？啊？可以。哎，我渴了。不用。哎，我要是我都给了。啊？你就给他给吗？我给了。他给了8块吗？8块钱的。哎，我少给你吗？哎，我保时捷我也是说了谢谢你。谢谢。好，他们在。没电了。这个地方，这家超市生意好的不得了，现在。再试一下。帮我拿一下。啊，好舒服。你这个背个那个。一份才是2份的好。哎，去这儿没走哎。因为他对面穿我的帽子，我也找不到。我给他说的找不到女朋友，我找不到女朋友。
23、24。哎，忘了，撑得太差了，还是不行。体验要少一点。不是，还是卡网络有问题，遭攻击了，遭攻击了。哎，正常了。哎，绿颜色也正常。这别的人少了好多了，网络随时碰撞，哪个看嘛？现在他们遭攻击的，现在已经遭那个了，遭修复了，已经攻击了3天了。我放另外一个的我不知道，我放另外一个好像也有问题，也遭攻击。再加上这段时间有可能比较敏感，牛市。马上就要大用户了。跟那个没得关系，就是国家，他有些这段起来要搞事。拜拜了，太热了，回去吹空调。他直播回去吹空调直播噻。去做一下小玩意儿啊，你干嘛？小朋友。他都想成熟，他如果不穿藏装的话，就是个小屁孩。对，2个风格。就是。我当时还后面我都没看到没出个啥个，或者有点像曲子儿，这确实真的是戴个帽子。他在那边境外的跳起。嗯。还是多一点嘛，我都相机都带上，想多点点。无尽之
这个是跳旋子，不是过转啊！你手感摇起来，要摇起来。选。过得来第二吧，过得当时。乌鸦多多啊，这个不是乌鸦多多啊，哪个？这个不是啊。穿黑服的。啊。扎西拉姆啊。黑色的扎西拉姆。扎西拉姆，他说不是乌鸦多多没来。是的。乌鸦多多是这几天都不来。昨晚上不是视频那个？哦，那个不是的。扎西拉姆，扎西拉姆有点瘦，就不像啊。扎西拉姆有。扎西拉姆。啊？是扎西拉姆。我都看不出来了。他们穿黑色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我有双胞胎不是，我有睫毛拉过的，这个不是。他跳得早了。现在在罗马那边跳。嗯。我记得他们两个是穿黑衣服的，还有一个人，他在境外跳，他们两个在一起，一直在一起。之前在罗马跳，现在跑来境外的跳。嗯。几点钟？早点回去睡空调算了。10点钟才10点，10点半钟算了。早点回去吹空调，开空调的。就开吹空调噻。啊。明天还好一点。就今天最热的，这看天气吧，这后面几天都是可以。好像最后面几天都是32度吧。还没到6月份呢，6月份没这么热。对啊，还没到热起来。热起来是7月开始哦，7月1号。啊。早上起来都36、37度。如果是高温的季节的话，晚上都热一点。我就变成成了，然后拿了一个充电宝过来。你现在没在罗马跳的是咋弄的？罗马倒是。我是去年冬天开始，我是去年10月份开始看的。哦，你到底现场去的时候跳的夏天了，最热的时候。夏天还没看过。你没去啊？你没去参加？我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来看。哦，看嘛，但是你参加跳的多嘛？后面。我都是从冬天开始看的。哦。冬天开始的，跳也是从春天开始看。哦。看了一段时间。冬天没参加，哦，夏天没参加。夏天没参加。最开头是关注的拼凑开始的。今天35度，其实不准，39度有。明天30，后天28，后天28，星期六27，星期天26，下周一才热起来了，下周星期一才31，不是。又看不到喽。6月13号之前都看不到35度，今天最热的一天。那个穿黑裙子都是扎西拉姆啊，我们都没人去。你看，多多，他不来，他没来的，今天都没来。他出唱片的，我来问他，撇哪个一模威的是太多了，网红太多了，关注过来。人太多了，关注过来。就是很多有名的。太多了，美女太多了。你拉出都选都出几十个8个。卓玛那些更多。罗马广场关注了几个卓玛或者是
他每月来了，但是我都记不到了，喊我关注他，关注，已经在700多门诊。关注来关注去都是那么件事。有些没在成都啊。这是哪件事？你关注好多个？我关注啊，我关注了。看不过了还有。中正茶也好看。他都是没在成都，都在。他在里头。对，隔壁。家的老家。我他群，我加了他的群。啊。我在说明他现在来钓。他跳舞也好看。肯定，他本来那些地方自己加那些也没啥人。他们喊阿爸做的网络流量都很高。这一个月都几百个 G， 感觉都用不完。关注多，关注最多还是这栏目他们每天都。这个好跳。都会跳的。你藏族都会跳啊，男女都会跳。小娃儿开始跳了，因为看那个视频里面2、3岁啊跳得好好，全身那个泥巴到处都是，你跳舞跳得很好。你在新疆一样，我的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吉木兰那边没得耍的，从小2、3岁就会打台球，没得事就走一个推车推台球，10块钱一天，推到自己家里耍。他们耍台球啊，耍桌球嘛，他们喊的桌球，耍英式的那种，就是可能1、2手球，不是16克，就一般最简单的那种。那2、3岁啊，就垫个凳子打多好的，每家每户都在打，没得娱乐的活动。他们就是只会那些嘛，就是只有那些娱乐，就像四川麻将一样嘛，也是我知道嘛。我以前跑到边境上，他们就只有耍那些，没得事就租一个回去10块钱一天，现在更涨价了。高原呢又不可能打麻将啊。对啊。没打麻将的得，没得啥子茶铺的啊。那么远那个镇上那些，因为它村村之间太远了。其实县城都人都不多，几万人口，你想嘛，2、3万、30万那种像5万人都很少，很多很少了。你想嘛，最大的康定也就13万。有像红原县的有机场都才5万人，红原机场。这个名叫回故乡。好多个就想去，你喊的问题是一下想不起来，其实自己都知道的，还搞忘了名字了。太多了，都大家太多。几百首。但是几百首你全部会的话是有点难，除非你天天跳它。主要是每首都很好听了，好听的太多了。对，这个风筒要2块。这样这个2块好用啊！好用你回去看片那个才知道。对，但是基本上都可以。我想要的那个效果已经达到了。我看一下你这边照一个。对啊，我前年认真的拍的那种。速拍的。速拍的就没有了吧？没好多，基本上就是拍的都是。你看有这种效果。这种俯视那种，这是仰视那种。对，仰视的那种。你看这舒服啊。对。人又长。已经变形了。变形了，但是，其实。就感觉一些这个4999的很舒服。对，49特别舒服。因为这也是他们看不到的一个社交。对啊。所以。对。任何人不可能这样子。对吧？要么就用那种360那个狗泡那种的，那种也可以，那种也可以，那种有级别了。但是那个的话是它到那个角上面就变形更吓人，对吧？对，这个本来就163，我本来是专业的，那个运动相机的话好像也可以吧，就是效果没这么好。对，走了。
他们回家。就那个我们想一下。咋？他背了个电瓶，正好那个电瓶，充电宝它很重，有2、3，你那个电瓶有20-30斤哦。对。太重了。来，我把那个进度写下来。没事，你用嘛，反正明天要来嘛。对。这样我们明天你用嘛。好吗？那就我就包了。没事，你先用，反正我现在不用那个。好，那你用的话不说。没事。我这2天刷一下。好，刷吧。基本上我就肯定不想要单脚了，平脚了，我就已经满足了，就拍了1、2个视频就已经够了。对，再玩那个变焦的。行吧。这个不得管了。行，那就谢谢了。好，没事，明天见，拜拜。好。7、8万都还好，看这也是。这个开头就慢，你觉得这个歌你开头觉得不好听，后面慢慢等几2分钟就好听了哈。这首慢的反而不好唱。开始的慢，这儿马上你晓得那个歌吧，后面就快了。大家还喜欢跳那个。看到之前在境外那说他们跳，一首歌跳好多道。这儿开始就好跳了。咋晓不穿黑裙子，我觉得显瘦，太瘦。我想瘦。完全就变另外一个人了，我都没认出来扎西了。我觉得扎西会长得多溜的都。知道了哦。其实那个跟荣跳的可以嘎，他跳的比较用心，他那个。哪个？跟荣拿错。就这个吧，跟荣拿错啊。小拿错。啊，他跳的比较，每一首都跳的比较那个专心。基本上都在。本来从小在那儿长大都有舞蹈基础的，只是过来学新的舞。不是那行。这个就是这个后面不是要跑一跑的啊，就像要传那些个知识。女孩子转的时候的，转的时候还转的。这个背心儿也有点不好的，他一直把肚子往后面又绷，用久了之后感觉腰有点酸。哪个？这个背带。有7点3。哎呦，咋没得电了？11%了，11%的电，5年前没电了。还20%的。这个电一直20%，充了一直是20%。正常嘛。今天我是快充哦，很快的那种。我用的快充的。哦，这个也没电了，几样都没电了。这只10%几了。17了。哎，这2天都穿那个衣服，他没电了，穿的那种。
明天又热了，今天把那个最热的这一天度过了，明天大又凉快了。我要看永禧山，他们家称赞了嘛？不要有点悬哦，大爷有点心有点虚了，晓得嘛？穿了之后跟着就有点热。小毛毛鱼嘎都存在，22、23、27、28度可以。因为现在你没出来过那个重点了。我刚刚看群里面通告好像是线路好了。哎呦，不仅那个蒲扇，都受了季风的影响，都带扇子。摇也过来了，他们肯在外面练舞，要在卡卡里面练舞那些，才那个。凳子也不跳了。那个休息噻，我也在耍滑板。几个领舞的都不来跳了。都热到了，吓到了。你看王鑫他们跳的上下。要耍那个耍好跑，还在学哈。春熙都耍那个也要多，春熙那个银石广场那边耍滑板的多，还有泰国的那边上有一家。反正就光想项目最多。早就没人了，网络有问题。这几天遭攻击了，每次看放了话就卡，我都受不了了。
他那个节奏改晚上耍12点钟去。他们昨天晚上耍12点到1点钟。又是1点啊？12点多。啊，就那个，那就妥。哦，还有几分钟，准备走了。10点半了，这儿走了。要走了哇？哎，要走了，早点回去吹空调噻。他那个你10点半了。过来拍张照。回去吹空调，好的热呀。这个屋完了拍张照嘛？啊？这个没带，太热了，他不让带。今天30度嘛，38。太古典舞粉了。你跳的这个转的这个才性感嘞。什么关门没有？没有，我今天说没关门。红线说24小时。可以。好的，好，我马上去。对不起，今天在网络它这是什么？今天网络太卡了，就有 YouTube 的。今天人这3天都不行，这3天都。多少个人？79是吧？这太少了，今天人太少了。今天少，上次好多。这现在网络才正常，因为那个被攻击了。现在才修好。你哥哥呢？没带呀，今天太热了。对啊，今天太热了。你穿的黑色衣服我都没认出来。真的？对啊，太瘦了，我觉得你咋一下变那么瘦？你看我的人。对，很瘦，因为我之前都没认出来你们2个人那个。好想天天都来，就是没时间。就是这样，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今天想来的很，昨天不想来了，累得很。明天就凉快了嘛，今天是最热的一天。哎呦，让他放一下这些。直接放嘛，让他放就行嘛。不好意思。这边他们每天会开到几点？12点多，有些12点半，12点钟左右。对啊。不会的可以学。昨天有刷到1点钟左右。这里就没人投诉。声音开小一点，别说。多高我这些。其实男生高的男生比多大都不会超隔壁的吧？会，他就是开小一点没事儿。那前几天有警察嘛，110跑过来了。在哪儿了？直接走了。
是吧？10点半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小，没有小狗的话没什么，就可以去。我还没到火胖，我看一下有没有去啊，好。我在吃吗？我们留念一下。对啊。这边好凉快哦，这地方。真的这里好凉快。对啊，这。来了，听见声音了。真的凉快。来吧，国家饮吧，我们跟甄姐山歌吧，拍个照。再拍一个。医生。要踩一下吧。完了的应该是。早点关闭。现在这样了，不要别是吧？还有相机嘛？别去嘛，这边亮一点是吧？来吧，这那个有发台没发？有发台那边，发台那边，发台。把灯关掉了。在空通道上也可以啊。哈哈。不，你们这样子，你们在边上，怎么这样子？我来这儿。这样，你一边在这，我这边我们旁边要你们站中间，过来。这边就来。来，谢谢这个稍微读，稍微我要对，就东西，因为这高了东西，对 ，OK， 好的，对一点，好看，1、2，其实早就照了很多张了。3、2，早就照了很多了。照了很多张了。可以，基本上都还行。你们摆龙门阵那个时候都照了。啊，没事，反正选一张，选一下。好烦哦。我选了2张行了。对。这张可以。选了几张发去。哎呀，我的天哪！没有美颜，哎呀。我不需要美颜是吧？需要美颜。都需要美颜，哪个帅哥都需要美颜。不美颜都过不去了。发到网上的。不用发那个，通过手机发手机上的是。你不发到抖音上？不用啊，不用发抖音上。那个发抖音上，那个不用发抖音上，这个照片的嘛，又不是视频。我想你有发个开学，发给你都可以。你们好像我走的时候你们还没，12点半。我不7点钟了。哦，那后面那可能所在国家不支持，所在国家不支持，就是那个啥子，就是好像是 YouTube 啊，
发片，给我们2个照一个。我想那个美颜吧，啊，你弄个美颜。这个相机没有美颜的。他这相机没有美颜啊，你弄个美颜吧。然后直接把那个可以找个黑白的，嘿嘿，还深棕色，你已经照了。可以找其他颜色的。用个美颜照一照。这种颜色，这种是比如说这种，你看嘛，哦，这种就淡一些。哦，用这个照是吧？这个，哦，那这个，那以相机照嘛，那这个可以照吧这个。美颜，这个是美颜。哪怕你用这个。我多一点。它有那个镜头反转。哦，反转，它那个拍的时候要保存吗？拍只要保存吗？那就我们自拍了。那我们就自拍。来，我等一下。自拍的要看啥？行，等一下。等一下啊，重新照。照到这要等一下，嘎。这没照好。这个没照好，它的模糊糊的，不清晰。反正有一个人清晰，有一个人不清晰。咋回事？我没照进去。没事，我看到了。你这是用相机自带的算了吧？对。不行。眼睛也闭上了。你这是用直接用相机照？啊，不是，相机上还是不得美颜的。不用美颜，有啥美颜嘛？那个你传到抖音上面直接给你美颜了，软件都给你直接给你就照好了。我帮你照。太亮了。不行，没照好。我来从旁边给你照。看他。
还是原生自己系统相机带，相机自己相机照，啊，就用系统相机照就可以了。系统相机他们的美颜，那个美颜不存在啊，你自己你再用其他软件美颜就是了。下了一个那青年个相机，青年相机。太慢了，那个反应太慢了。哦，不行。本来那个模模糊糊的那个照出来，没事，你给我们照。哦，太那个了，还没用我那个极影相机，快得很。咋回事？我平时拍的都很好的，这个还可以，这个还可以，这个还可以，这个就是难度，这个是难度键，对。照了一些，待会你慢慢选嘛。照了点点，但是不一定你选，反正我弄了你自己选就是了。抢拍几张，准备走了，7点半了。这儿回去我也会吹空调，你得吹空调，开点空调的嘛。回去吹空调，屋里开点空调的。还有吹空调没意思。回去这儿舒服噻，免全身是汗。哦，你要去弄那个没有？哦，我播视频。弄车，哦，对，明天早上一早我就去车管所把它变更了，下午去车子验收。今天下午36个。啊，37啊。那你的颜色有点偏淡了。哎，太厚了你。它那个每个相机它调色可以吧？可以。你那个相机它那个颜色颜料。你早点为了吹空调的嘛，家里开空调的。吹空调咋弄？哎，后来你们咋吃的？啊，不晓得我都等于啥子，反正我不晓得他咋安排的。要预计要包饺子。我们今天炖了一个猪头，然后就没咋吃，今天有点热。哦，昨天还没说，昨天我们不是去他这个饭去走，但是我们点了他就点了2杯热啤，再不饮料。你怎么还不走？他就喝得快，然后我就是后来差不多也没说就回个8小时，1点钟左右走嘛。我这儿完了都12点才回去。结果真的是我想着还剩很多噻，我说有点浪费了噻。然后我就想着我就猛喝了噻，就差不多。因为你没病就喝起了，哎呀，喝了以后我他就打第一回温枪。然后我就骑电动车骑到那边，可能只过了10分钟，骑到路上就开始胃好痛。我回去折腾到4点钟啊！哎呀，我说那个着了。那个病应该没得好那个啊。不是，他一下就把胃吃住了，那个胃哈痉挛。我太急了。然后我太急了，还我说的这个不打紧，我回去马上吃了药，还没见好。给我看些啥子？我长得。你就回去吃药了的，起作用没嘛？他嘛，打广告的啊？哎，牛逼牛逼！没关系，没关系，你还有抖音号吗？你还可以接个头，还可以加我们抖音号。有啥加头啊？不是，就是那些人嘛。这个。哪些人？他们加他。那个自动的，我上了。你那个冷茶会没好多的嘛？全冰块。因为我那天才好那个。我上就是520那天没得好久，520的头一天晚上也是胃痛，我就半夜5点钟起来去看了，他就开了药，本来我就没药，开药以后我就回家吃了噻，吃了，我5点钟去，回家吃了药还不到7点，我想吃了药嘛就好了，一直不得效，一直痛。哎呀，真的待不下去啊，在床上随便咋翻那是肠胃太敏感了。不是，那天是因为吃了那个，那天又吃了，回家又吃了东西，可能吃得太多，然后就把胃又刺激到，然后我一
直在床上，我睡不着，待到10点钟，我在床上3个小时，不得行。我早上10点钟又去看急诊，去打了那个止痛的针才好的。那个止痛针哈特别有效，2个小时之内起作用。我去看病都是这样子的，挂号都这样子卷起来，我等过马路都是这样子卷起来，你想？他咋的那么严重？不晓得，我以前就是胃要痛，但是也不严重，1年痛过1、2次，就那次就整翻了。医生说的你还是要注意的，整翻了。结果昨天又整翻了，520头一天晚上到昨天才喝酒的嘛，昨天又整翻了。我那个饮料不打紧，20块钱。我打了个针都要200块钱。哦。那个止痛针将近200块钱，它是进口的那个。我昨天差点去打，如果昨天再坚持不住，我要去打。我那天就打了针。哎，以后再也不能去那儿点那个冰的。没得人，这儿网络这天才修好，才去找工具了，找最多是。哦。他们那个服务商很多都着了。我另外一个供应商也着了。遭黑了。遭黑攻击了。攻击了，网络攻击。今天修好了，今天起头才修好。哎，今天好点。现在好点。前天哇。反正昨前天都不好，都不晓得，我没看公告。结果我多的都着了，我以后再去那儿，我坚决不能。再不喝那种哈。不是。再喝那种冰的了。不是，喝可以，但是慢慢喝。我主要走的时候，喝太急了。我差不多喝了大半杯，我开头没咋喝，我太急了，我胃一下就电死了。可能我有点胃，以前我喝的很，1分钟待不下去。你那时候你只想一件事情，咋个胃不痛？我还很少遇到那种。我以前可能是不晓得咋的，很早。可能这次不去了，都是12点钟了，我说怎么又去咖啡店？我好了又去了。他没得事嘎，他天天喝惯了。他还可以，他这个人好说话。哪儿啥事儿？另外一个是，这个人好慢的嘛。有一个个子高一点的，有一天在吼呢，那个人讨厌。声音调小点就是。你想嘛，现在天热热，他们更愿意在外头耍。夏天他们不想在。阿 Sir， 拜拜，明天见。哎呀，可惜了，没录到。你们在这儿赢噻。我瞧的，没得精神。饭了噻，把音乐放了放的。这个歌太没得精神了。哪个来放的音乐把它放了嘛？走了，11点多了。也差不多了，快11点了。我回去吹空调，开空调的。我都还没开始吹。昨晚上吹点晒了，今天应该就在吃饭的时候吹了，太热了。就是因为太热了，所以狗狗都没带，老汉儿不让带。还有我想37度，出来都33度、34度。他抱了之后他也热，放包包里面这个包包也热。他有一天他往外面爬出来之后，他走地下都可以。走了之后他又抱了之后我也热，他也热。明年就对了，明年正常了。他们有音乐，还能放一点。这我设的10点钟首映。今天下午应该是。所以这个首映有没有啥子作用吧？就是大家晓得它好的开始噻，它有个通知，有个电脑机，它自己电脑好的开始通知。哎，你放那儿等他随便看，其实也可以噻。但是有个时间嘛，比如说我转制完了之后，它处理到4K 之后，比如现在是10点51嘛，你不可能10点51马上弄了就马上放噻，也可以定时间，你比如定到11点钟，
他就通知你。我的小视频办都没管，我就直接肯定是就等他的。对的，肯定是，因为10分钟短嘛。1.5分钟、2、3分钟的不管他的，那种啥子，我那种20-30分钟的，我就不要分你那种。我那个都没电了，电池流了。走，你改地图，我走了。跳一下，走了，跳一下，走了。最后一区了。哎，你们在呢？7个。手机。喝一次那个，第一次喝的一个玩意儿。这个好不好喝？海之眼。他们昨天晚上0点钟、1点钟、12点半在这个地方。今天说的也不早的。火火的这种好不好喝？这个海盐那个嘛还可以，这个还可以，就带点咸。7块钱，那么贵？我买过小瓶的，好像4-5块钱。哦，这个1升的。拜拜，明天见。那个问题起也没点了，现在我回去了，我捡来下坡也不是休息，就基本上还忘了，还是有点要观察，说是恢复了，但是好像还是有点。但这个之前用了另外的线路嘛，另外的还是有会卡，还是会卡。
发群里面哪些要过来就过来，去不去买？后脚下挂。对，是3瓦窑吗？是哪儿呢？在哪儿呢？3瓦窑。在3瓦窑。3瓦窑吗？你要不要去？我随时可以啊。他们随时都，我们的是摄影大师，随时都有时间。有镜子，我觉得跟你有镜子啊，好像。我觉得没有，我们一起交流，不会的，学习有的。镜子要好看到动作。可以啊。可以啊。他那个手其实要牛头甩头，就反正就是要牛头甩头。男生甩手、女手甩手感觉不一样。不一样，我教他们是女士的，就实习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对，这是南部，这是南部。他就是做的很柔美嘛。女生好像是。男生就是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这是，然后这个手再撑开，然后这个收起来，然后要抱一下他，对。手要抱一下。然后那个灯是这样甩开的。如果我这样子，但是它是慢的就不对，要点一下。这样可能。1、2，再见，我走了啊。我都不是了。以后再见。把帘子再放一下音乐，我才睡一下。对呀，约好了啊。别来再跳。明天下午啊。是这样子的。你只回去10天嘛？没有，我到眉山去。哦，眉山待10天。那没啥子噻。刚刚那几天还下雨。我这条下雨。对啊。天天下吗？基本上吧，那些小雨。温度正常嘛，27、30度。待会10来天吧，然后我回江紧嘛。回江苏我提前来嘛，过来再待1天。我找了老婆回跑回家了。就是出来2个多月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我很遗憾，就是没学会。你其实跳得很好啦，有些会跳，有些歌会跳，有些跳不得很正常。对啊，很正常，很正常。我可能因为他歌曲太多了，有可能每一首都会。就是太多了。我说几百首的嘛。转圈圈就会了。哦。别像那种看到他们跳那种，做了那个。才学得快，年轻人还学得。他本来就专业，他本来是老师。我觉得女的转那个摇摇和17转的挺好。还是没有红的。我觉得转的挺好。没有鸡蛋，没有鸡蛋了吗？对。哎，你怎么这样跑？把长牛肚里去。我看不到了，再转过来。好，带点需要转的。再来一个。永吉老师的动作就是永吉老师那个，他其实我觉得是这个东西。17老师的动作是这样子的，17。没有，他们要放开，他就是抱，他就转的时候抱了，然后回来的时候放2只手放开。对，就是这样。对，他们是这样转的。轻盈点上身，把肩放松，胸腰顶出来就开始。然后这个是用学会了，跳了就肩胛会用的。就肩胛骨去撑。哎，其实有些不是，我们就自己健身那个就可以了，就不用靠这东西。因为像老胡啊，每天减那么多了，他减7、8斤了，他本来就不会好胖啊，他还减了之后他就不得减了。减肥就是减得快。对。你看那个公母。对啊，对。脚来带，肯定是脚来带和头和脚。我们随时在直播。你比如说男孩子转的话哈，他本来有工作嘛，他工作都不要了。啊，为什么不要了呢？我没问他呢。然后在那个。他在讲老师嘛，他学校吧。在这当，然后在广州嘛哪个地方？反正女生主要是没干了。牛头甩头。对，当转回来。他那段时间他说那个他在成都那边快要上班嘛，他等一下加班，然后过不来嘛，然后我以为他还在上班呢。
可以这样子。应该不上了。他下午去跳舞，在拍视频，还直播。哎，他可以1个月涨了9万个粉丝。对。哎，不止，9万多。报的话可以。我知道他那个直播应该可以。他有些人那个，因为抖音可以打赏那种嘛。对。可以报，也可以这样子。哎呀，不跳的好，人也长得漂亮。他跟我女儿一样。他也扎西那个辣妹也跳得好。这是辣妹啊？扎西辣妹吗？我知道，我名字叫他。他抖音也30多万了。30多万？32万多。就这个？黑衣服这个。对啊，他之前他在罗马那边跳，6-7个月没跳了，后面重新跳。扎西拉姆。扎西拉姆。抖音上就叫扎西拉姆。对啊。30多万粉丝。对。看到这个，小12多他之前在罗马跳的很多，后面因为有7个月没人来了。你这个字也看不见，字太小了。这就是他的，32万多。32万。哎，我好像也关注他了。哎，这上面咋这么漂亮？都单反拍的。他卖服装的。不知道。教别人穿衣服。他应该是代言那种吧，拍服装那种，当模特那种也可以。对，年龄也小，也就20岁。他视频不多，100多个。他应该去年的那个，在罗马那边拍的。他专门有人在拍视频。应该没有。他有些帮他拍了这些的，应该是2022年4月25号，在罗马那边拍的。后面罗马那边没有带境外了。哎呀，罗马那跳拍。对啊。你前天去不是照了几张相吗？还是昨天？昨天吧，前天。我是那个视频嘛，经过那个地方就拍了。太潮了。像他那种这么多粉丝，完全可以自己直播都和带货都好。他没做直播是吧？好像很少，没注意到。我现在发觉这个藏族女孩头发好。对啊，她头发一直看好，都这那种。不是，他们都是梳的黑黑的长头发。我以为那个叫刘芳呢。你看，那个卓玛初嘛。他也是前面那个。他叫卓玛初。卓玛初。他也是团队的。哎，科学院是个好老师，谈得也清楚。他在学校刚刚毕业嘛。还可以的。现在一般当专业老师都吃香，特别你在外面补课的话，收入好高。对，他的功底好。特别像那些英语啊、数学啊那些，收入更高。那个培训课都几百，一天都排几个，然后一个月就几万块钱。1对1的好像是500吧？不清楚，我老婆才知道。那是500，2个小时，1对1。现在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家都高考的时候，我让他补了几天。高考的价格肯定会小，初中肯定便宜一些。没有，初中、高中他都没补，就是高考的头4月份补了可能有10几节课。所以中国这个气氛不一样，那个学教育氛围不一样，都在补。然后我们家都说抢钱。对呀，你成绩好就不用补了。最后说啥？妈妈，我要上课好好听讲，我根本就不用补。对。虽然你不好好上课，上课睡觉的时候老师挨瞌睡。我们那个也是，基本上小孩子都是这样子。我们初1嘛，初2现在。初2，他把基础打好了，到高中的时候给他恶补一下。我们那有啥好处？新疆分数低。我以前我户口以前在阿尔泰搬过来的。阿尔泰。
你要把你们家孩子弄到新疆去？没有。以前我爸以前的公司在这边，然后二胎然后转到成都来，我们成都买房子嘛，90几年的时候。然后户口就过来了。对，过了吧。本来以前也是成都的，后面转到二胎，然后又转回来。但是二胎那边去了2次，去2次都是一次去1个月嘛，然后那个时候读书嘛，去了1个月之后，第二年去了1次，后面就没去了，太远了。就是远。坐火车要坐3天3夜，然后到了之后还要坐汽车坐一晚上。就是真的远。那个时候火车3天3夜不停的那个。你看新疆和那个江苏那个对口支边嘛。那个是现在嘛，以前的没有嘛，以前没有。他那个老师，他就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新疆去，然后等到高考完以后，他直接就返回来了。太多了这样的老师。哎，我可喜欢这个舞了，就是转不来。对这个舞他们都喜欢跳那个。对，我们转不来。我也学不会了。男的跳的好一些。对，我现在回去要带上，到下次来的时候绝对让我干干净净的。还有那些脚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说，今天你可以教他们直接把动作顺一点就行。你和这些他们是你还没走？就是，我他教哪个？就是教这个。走了，我都几点钟了？一次，哇，11点钟了，11点我走了。哎呀，我腰酸。走了，他们要玩到11、12点钟。走了，悄悄咪咪走了。还有个车停旁边的，等一下还回去带鸡蛋，鸡蛋没有了。他们要玩到1点钟都可以。开学的话，约着他们去三瓦窑那边，他们可以教学的地方，可以去。我准备回去看一下，他随时都可以去。我一直拖了一下，我觉得，也没多远。三瓦窑在距离我们那边应该3、4公里左右。哎呦，这个背心穿久了，腰酸背痛，痛，腰杆痛。他也就绳子把它拉住的。哎呦，这个车是什么？形式川威的。我靠，没人说。
应该说11点钟了，搞了嘛11点40吧，啊10多分了，哎呦，这稳定器都没电了，1%都没有了。哎呀，吹空调，吹空调，啊，舒服。有蚊子，有蚊子。课今天又晚了，开了空调了，我不知道。危险哦！他这个车真的是，我这边也危险，他那边也危险，逆行。啊，开了空调爽啊！通风座椅也打开，把按摩也打开，按摩一下腰部、波浪、踩背，把背踩一下，强度调强，速度调快，调快速的。按摩一下，哎，这车子上有点不想下去，因为车里面空调开起好舒服嘛，然后音乐听着有点啥？他们，我以为他们单独表演了，没有啊？哎呦，我说要错过这个。错过他们在学的。他们唱。没事哦，怎么了？我放了那个位置了。这是直播哦，我放了那个直播，昨天晚上他们10点钟，昨天的那个直播，因为处理的速度太慢了，我今天放了晚上10点钟。7、6、5、4、3、2、1。开学不是教什么舞啊？古典舞啊，什么流行舞啊，民族舞应该都在教吧？我没仔细去，他那个地方叫我去几次没去。我老婆学的瑜伽嘛，她练瑜伽我也没去看，没什么看的，没什么看。我老婆学的瑜伽嘛，哎，为什么切换到那个位置？瑜伽我也没去看，没什么看的，没什么看。我老婆学的瑜伽嘛，哎，为什么切换到那个？整一个搞一个雾山，好爽啊 ！DJI 的那个，就是觉得买回来没什么用啊。买回来之后，1年飞行时间应该只有几个小时。那如果买回来之后，就咱们天天开车去阿坝州那边玩，到处飞。就不能直播了，就不能每天在成都待着。买个 Magic 3 Pro 也可以。Capable of full frame 8K raw capture with enhanced long range image transmission, 28 minutes of flight time, and dual native ISO. It's no stretch to say this drone is everything I wished for. With a new FPV camera, RTK and omnidirectional sensors, dual operation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is a breeze. The new Inspire 3 carry case keeps all the components efficiently organized and safe for travel. Fast charged batteries mean you'll never run short in the field. 我查了这个雾山的那个飞机1年的
保险随心换的保险，1年是18888，2万块钱的保险，2年的话好像是4万嘛，3万6，一年1万8，将近1万9嘛，2年好像3万嘛，是几万？那个太贵了，飞机到时候应该在13万左右，和一个镜头的话应该在11万，你配完的话应该就是11万多。普通版应该配完是9万4千多，9万5，也就是10万块钱。再配个2TK 的天线，那个基站那种啊，那个配完了就应该奔向应该14、15万左右。那个有点爽啊！我准备以后就买一个Magic 3 Pro 那个三个眼睛那种。应该在2万多到3万之间，那个可以在景外中心拍那个，飞很远的地方拍，然后用3倍和7倍变焦，好爽那个用拍上，画质也好。对，下回去买鸡蛋，哎呦喂！车里可以开吹好舒服，空调。